生老师、瑞瑞老师以及现场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哦，你好，我过来。小介绍一下小弟珍珠港。我是来自咱嘉义市玉山金钟闪亮三兄弟的成员，我是大大。大大，还有二大，还有四大，大的，大，哦，安尼哦，啊，迄阵讲迄个海狗就闪亮三兄弟了对啊。珍珠粉哦，我看珍珠港啊，像你看那个有咩？你这条山都分明啊，唔先珍珠港，还是珍珠粉安尼哦。你真内行。啊，我真内行安尼哦。以珍珠港为改。用珍珠港为改就是改到来珍珠粉的对啊。哦。嘿，刚刚分级差不多呢哈，好吧？这个来加油打气的人不少哦。哦，嘿，七尾生活啦。那个我的亲友团，来，加秀姐，哦，完下岁来一万下来了哈，好，把你来，唱唱个歌，一心就力，一心就力，来，快点来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